人體有兩大類免疫反應，先天 innate 同埋後天 acquired。當 Covid 病毒入侵香港，醫管局催促市民打針。打針係引發後天免疫力嘅有效方法。疫苗中嘅殘廢病毒會刺激免疫嘅樹突細胞 dendritic cells 取得病毒一部分結構，教育免疫淋巴細胞度身製造抗體 antibody 攻擊病毒。獨身係指 Covid 疫苗只會引出針對 Covid 嘅抗體，流感疫苗只會引出針對流感嘅抗體。先天免疫嘅主角叫第一型干擾素 interferon type 1，佢可以干擾各種病毒喺細胞嘅生產過程。後天免疫反應即係打防疫針需要起碼7至10日先至有抗體，3至4個月之後抗體消失。先天免疫反應立即啟動，而且唔會消失。先天免疫反應會受體溫影響，體溫下降，大風吹動喉嚨，反應下降，所以大風時要用頸巾。發燒，體溫上升，所以發燒可以消除流感。